欢迎收看《后场太上宫》，有花太家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中国强海老后上人大在鼓了，唔知大家有相貌就理之模啊？那个时代有当人会注意自己嘅外表，甚至有人会事态前去整形老干皮，唔过啊，变到紧张。更冇注意自己外表，甚至连自己自信就冇提起了。一種審美觀，算來係好也係唔好咧。咁樣要了解後生嘅老大家，聽我嚟分享，記得向用版型嚟看待自己嘅外貌了。眾場歡迎。首先啊，手機就係阿子怡。大家好，我係用笑容來戰勝現代審美觀嘅阿子怡。意思就單槍笑容看待，其他就看唔睇。我笑嘅是阿妹朱妍妍。謝謝下一位。好，謝謝。第一組這個就阿英子。大家好，我係最麻甜、研究甜嘅阿英子。最麻嘅部分我做得抗煙啦，唔過鹽嘅部分嗬，我可能每人下。就是你最麻愛甜哦。最麻當甜，唔是二負二嗬。第三集嘅這個就阿麗蓉。Hello， 大家好，我是到我係介總動電影下動親切路線嘅麗蓉。今日大家動感講嘅嗬。我冇講嘛。咁講嗬嘅以後扮演過係會下嘅18天嘅體驗嘅。變工化療啦。骨山麻嘅叫做。骨山麻嘅，拔舌地獄地嗎？哦，第三集叫做阿燕鳳。大家好，我係唔靠外表，但靠我嘅才華嚟上演嘅煙火。微點檔，微點檔。你係用另外一種方式嚟按照自己當要才情。第三集叫做阿比倫。大家好，我係隨着顏色越來越淡，變到越來越皮，越來越老，越來越直嘅比倫。總之有人講老實話，不過。顏色進來進態，不然就會越來越老啊！咁我上顏色進來進態，係行來。唔可以對我認為真理槍裝白強嘛？人哋唔敢講嗬。知名老師叫做阿小鳳。係大家好，我係小鳳。公眾嘅頭牌號，幾時實時看到實時，我係小鳳哦。差唔多60公分嘅時間。真勁啊！有大家去看嘅4年前，唔是講到10年前，4年前就好。4年前嘅體育季嘅後生太上過。大家就知嗬，這樣是阿小鳳，佢講佢後生時節正經動動人好。佢排隊台北排到嗰樣唔掂啊！你睇好笑。自己還有保留佢嘅相片哦。你還版本記咧？破滅了。當時就請阿小鳳本錢，冇記住啦，老了太鼻面寫出來哈。好做的。先搶大家哈，一開始哈，大家就知哦，了解時態，大家動動也看外表嘅哈。如果外表不符合自己的唔是等3分鐘，3秒鐘就讓人打叉叉哈。搶大家先本自己嘅分數，唔知道自己嘅外貌啊，不管係面容，也係講自己嘅身材、相貌、規則，做一個評斷，做這本自己嘅分數係幾多分咧？阿子怡，70分，70分，按甜皮啊！冇，因為真嘅，我做藝術家本身就唔係嗰種一看就懂大眼嘅講師啊，冇。唔係唔看失敗，你咁樣好大。100做得。100你咁樣。等下做朋友咧。等下，先搶大家冇眼噶，我講嘅體育節目按到。係啊，你下爭60分呢？好，先講下，做乜嘅70分？因為其實公司才發現下現在嘅審美觀，講到講嘅話，我真嘅唔係算係講一下嘅講嘅標準，因為因為看我嘅皮膚就上就無用大嘛，係講我嘅身高又矮，我長148公分，甜甜，然後好了啊，但係還有你切八段哦。我就想，那係真嘅，我講到現在嘅審美觀法，70分是做得嚟啊。唔過那係真嘅，我們還是要欣賞自己嘛。古時我說，我還算面較細隻，係冇啊，同應徵來比嘅話，你看有冇？我腳尾算長，用我嘅身高來看嘅話，唔過剩下來嘅30分用蠻顯嘅。其實我就想，一下現在當到會講嘅表現，冇聽說愛欣賞來動講。其實那係一上佢動有自信，做事情嘅時節動認真，你就做得話可譬如你嘅內涵啊，
啊，你嘅血质啊，来补强呀30分。不知道你知道用熊猫来比，可能系7分田猪天，3分扣大标。真嘅嘢都好相关，大天和大痛。啊，可能个技术大标。技术大标。好，你比如你知道这个上商是70分。我未落阿姊跳落係好朋友70分好朋友係，因為我跳白嘅時下冇嘛嘅磁性啊，是到未係落阿姊強融是嚟講，你看到唔會知道我係特別好看，特別正美，按樣應該顯，不過我呢一下是係有磁性咧，知道有平均值以上嘅70分嘅分數，因為自家很有磁性咧，所以我知道我係嗰種電影社非常親切嘅路線嘅人，按樣。哦，就可能係隔壁蘇坡旁邊講。你水逢色嘅。你係當校講話嘛，要當親切，剛才就唱這個烏卡圖嘅，烏卡圖嘅順五強咯，就很討那婆婆媽媽喜歡。不過撒下啲聲音哦，我唔知見嚟到一個迷之自信嘅，天窗微熱90。唔係，我真係冇想到，人哋啲標準要話按講咯，因為分數大半切。咩啊？你標準要按大的。今天誰來啊？吼，結婚過後就存咗一種最甜嘅。都冇有條件㗎。我係跳擺吼，差唔多兩下要偵查20-30公斤的時間。我相信。查了一隻阿姊嘅。冇，嗰是真嘅偵查動作哦。你有聽過冇？嗰愛人啊，我腳唔中意成日愛腳兒，嗰係辛苦嘅。本人中意嗬，本人愛嗬，嗰係幸福嘅。我跳擺我唔點樣會腳人點哦？我全部係定定嘅，點冇嘢去講。我全部係定定嘅點咯。你講冇人腳技，因為味要腳技係出夾咩？啲順口拿定嘅罐嘅腳技，定腳技啦。唔係講實在，一下是講嗬，食要較好啲嘅啦，嗬。跳好嘅，看人哋度士。如果冇關係，因為我係大河。古數河，我不管係頭擺較醜，也係啲下較穩重。我全部要嗌語言，就頭擺係四阿媽嘅語言嘛，啊啲下就寫下來，就做成你當個嘅姐姐啊，跟住阿姨啊、阿姨婆啊，冇意思講阿姨婆，佢哋好語言呐。因為阿小鳳哋下上來下天貼掉嘅，古數喺大家就當中意那種，嚇安全嚇穩重啦，基本上就知道我呢種嘢就唔會種嚇新的，你講喺佢睇後上要講嗰種睇種現代，然後可能你可能發流行，先唔得，所以日本人一種再聽聽啦，唔講佢幾杯講。稍咧，阿美倫這個，唔係5年前老家下。還有分咧，有正常，有分2隻集團。5年前嘅時間咧，我本來這個有80分。因為咧，5年前嘅時間吼，我一還沒考養啦，我181公分，我5年前只有65到70公斤。嗰個嗰樣時還係講童生肉嘅時節，小鮮肉時期啊。嗰時候呢，嗰樣時哦後生咩，嗱嗰樣時嘅分數都分較高。嗰一下吼。5年後，一下差唔多86公斤呢。嗰個吼又越來越老嘅啊！你看一下開始當老態龍鍾。我86公斤啊！跟很難啦，冇啱講啊，規則面型全部都照出嚟。嗱，之前去你鬧嘢大擂台嘅節目啊，嗬，佢化妝師啊就講，哎呦，人家隻笑容嗬，到動車麼？人家呀，怎麼落去嗰邊都可以。你聽說冇看過阿鳳吧？真嘅，你都冇去看過誒。哎，還有羅哥佢就講啊，哎呦，你有冇照都按樣哈，整個就走中，整個型都不一樣了。啊，真係躺起來當難過。嘅想法我要6日來拍。古數睇呢把要前捱點啊？你用啥向下去弄嘢大擂台家下嗬？我做變到動車。你做乜得意下？基本動唔少那設計啦，以後啦。唔過大家就講嚟設計分數過後，唔過真實本人設計討咗他滿意，他唔滿意嘅素材啊認真啊，嚟討咗素材好冇？其實吼，我知道我設計本身就係嗰種較皮嘅人啊，吼。後台。真嘅呢，因為我係 B 型血，我咩係呢？你看我聽，你係真嘅。你用啥？你可以嚟完全相反樣。你是 B 型血還是？按做得講冇？健體。就懂後啊，因為將來設計吼，
吼，个脂肪就较大，啊，个当然奶奶就会脂肪，当然就会较厚一些嘞啦。唔过我水脑就会脑个食物啦，个食物就会较皮一些嘞个人啊。故说大摆翕相个时间，啊就想会翕嗰种很性感、很 sexy 的照片啊，像有个谁啊姐啊，去撩个时就会翕嗰种剪影照片，哦，可以婀娜多姿，啊就讲哎，咪翕中。翕出来像番薯，系嘛？鬼炸鬼跳的。那同讲翕出来动枪吼，给空的底杯堵住的那个石头啊。哦，那个石头，所以鬼炸鬼跳的呀，都冇给到弧度的呀。老低的呀。意思就講配上去翕相看下，然後人看到哦阿妹剪影哦，配上人看到人咩？哎呦阿妹我較有自信的話，但老師空用空用，永遠好食皮的，永遠好食菜的。我請到人家私藏的啦。那這種相片連引用就看唔出來。嗰時就唔知道係馬嘅啦，我係做講，我有痴心啦，至少我係上到了林志玲腔樣，有栽有披講有木竹啊，嗰時我什麼啊媽媽，因為75分主要係松本啊嘅祖先嘅，祖先送到阿公婆嘅，嗌媽媽嘅什麼記條，送來嗌係空間啦，哦，佢要嘅就要啊要。意思就講媽媽攞叫到空間，叫當感謝媽媽咧，咩冇乜嘅好嘢。係啊，人美家是電影本7個60分啊哦。好啦，嘅顏眼房即個千模萬意神，同人一隻鋪位，一隻素菜係哪一隻素菜？其實係上過叫嘅，跟住我想嘅時候，哦，多謝那邊係做那邊冇滿意，即上個可能傾下強難度，因為強難度其實嗰啲廚，因為上係寫時間啦，跟住各種成個細部卡，我本來佢叫他查多好高，但差5分鐘聽，後來我辦細部卡寫到嗰啲嘢嘅地方，唔講我冇準學，嗰時我免疫只有成條去半點鐘去學教，嗰時佢半點鐘嘅時間，我就免疫去叫他查就變到強難度暗處。等下，我冇辦法接受一個答案呢。意思講，見面上得好，身高上得好啊，等一下。身材沒以後，冇滿意就叫番薯天天。所以強難度是把廚，不過他以後發現嗰種現象咧。練腳，健身咩？健身練腳，可能嗰種人練到嗰啲廚，嗰啲難練，嗰時想哦，也是一個優勢。我講假你啊，全講全部太反面。冇啦，照腳唔好，照腳。這世界是冇啦，真係講係滿意嘅地方嘅。而家係咪咁滿意嘅？我真係希望冇滿意嘅地方。後來上學，裡面嗰陣就看講嘅，那邊真係滿意嘅，可能係樹，裡面嘅上係樹寫床，因為彈機打嘛，嗰時候我預備彈機打嘅時間，樹嗰啲床就幾好用，嗰時候我想講嘅樹嗰啲床係一個幾滿意嘅素材。其實意思講，係講一下有手模需求的廣告商啊，做得來請下顏眼房。唔講係冇幾多啦，可能做唔得去除毛一下，可能。你做這這個可以代言除毛產品。好了，謝謝，好嘞，唔是廣告咧。誒，還做繼續講下去對啊，這個啲廣告。唔過真嘅，像觀眾朋友先看一下，你知道這個當然只有這樣噶哈，有知道誒，這個那片有滿意，那片冇滿意，係唔係你這個有相貌就理真，係講有兩種真條，你仲可以改睇冇滿意素菜用擺起來，改來兩下現金行一團，後上地下發，等下轉來繼續落睇下，叫我嚟打嘴鼓了。歡迎來到後上地下發，有相貌就理冇啊！今日老大家分享3隻同相貌有關的合法了。第一隻，外表生來好看的人，接上第3地方得到眾多的好處。第二隻，焦慮，心焦焦。一般嘅愛創菜吃到心焦焦，無天貼。第3隻，漂亮。電線，佢根本嘢做到當電線，大家都學到佢哦。後上地下發，你爭來了。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講節目現場吼，上一團請大家來分享大家，就是講這個因為這個哈滿意嘅素菜，還講為這個大分數，有人吼是唔係減少，分這個95分，都係用擺起來。唔過真嘅講到呢個時態，一開始就講到，然後東東也會進來進充斥這個外表，甚至會有因為試態前啊，去進行啊減皮，將會甚至然後有東東啲疫情過後會出現一種嘅新嘅一種心情嘅心情。
皱皱的，受力。我讲这个面用进来进无好看，就变种胸毛嘅受力针吼。其实这种都医学上面係一种係，其實對自家嘅面容嘅思考係無法度去停下來批判自家，就講我根本用乜背在裡邊咯，我批講根本係咩？係立下來意思咧，我用咩木主要衝唔邋遢，係個佢無法度去改變呢種東西，係越來越嚴重，甚至有時是會用手去抗體自家嘅裂背啊，不裂背㗎嚇，有時候會變得非常嚴重。但是有呢種嘅情況，可能會去本醫生來看。唔過接下來要先請大家去分享下，咁阿志要先講嘛。這個冇滿意，還有滿意的素材嘛？當然要啊，因為大家開創嘅時就講，我用社會用來戰勝現代嘅審美觀嘛。我所講到滿意嘅素材法，可能係因為我從細到大不開始教育講，你看人啊，一定要笑面，做得面粗粗啲，我不會尤其做些事情。跟我阿公阿妹從細就會同我講啊，雖然講生嚟阿妹一好看，不過你咩好有啲。即係個水面咩生嚟好看？我細個時就係動武又動車，嗰時候就從個社會強。有咩好看嘅社會啦？嗰時我阿公就講，唔過你愛笑喎，愛笑嘅話就有語言，你中 B 就會中意佢就鑼鼓語言有講嘛？阿妹愛講愛笑容。我那都係一下面有講嘅咧，好笑嘅社會啊，運氣唔會太差。係嗰個我運氣嘅程度同好，即係我係咩用我哋滿意嘅素材，就雖然講我動愛，就係寫不嚟，唔過係我腳很順從啦，係雖然比例來講，像那喺順豐冇起點阿比羅嘅話，我看起來就170公分咧。然後你認真來比，就是沒有比例。不用多聽點哈，不用多。哎，不用啊，他那個厚底厚這麼多，沒有，你也差不多高啊。好嘞，唔是都係來比，唔是。我一點家電下時代下張講啊，唔過你就知道，其實我嘅腳啊很順從啦，那係有比例啦，hip 上可以來發酸漿，嗰時還有感謝阿妹，雖然講本來上到暗矮，唔過你嘅身材很善做的。但係你跟孫爸老阿鳳爸差唔多啦，因為標準動態。我這樣生出來就是唔冇啦。佢冇犧牲，還有感謝媽媽又叫來學。係，唔過我妹有當滿意嘅素材，呢種我媽解就係。你講係懂滿意嘅素材咧？呢個冇滿意啊。唔滿意啊，所以將我嘅胸脯就唔係非常嘅大，係。即個啲啊。上比例，你講阿用看就懂明顯。哇，比例來講，其實走地嚟啦，係啊。你比例係個安泰啲嘅法，幾真奇怪好喎。不過阿用就冇辦法殺很大嘛。好了，我就阿用聽聽，因為我就知道可能你想我講嘅話，當到時做啲話靠後天嚟殺嘛，唔講胸脯就冇辦法啦。對啊，是卡抖掉嘅啊。咩做得用紙的啊？我唔敢去做嗰啲嘅東西。唔是做條條啊，接落去就有嘅啊。衛生紙塞一下。好啦，實在係再次看來看做啲金鋪模，這樣我就會成功。就有按用嘅民間傳說，睇下唔哋有談過冇？就是講乜嘅大團腳骨、點都床，係冇？以前細細嘅時候真有想過，我去吃看下。唔係民間傳說，一係醫美整形吧？唔沒係，跟民間那種療法，然後幾大團結，然後也不會上鈎啦。係，唔過有人係想想來講大團結，點都變到100公分聽聽。係真啊！你要夾住嘛？夾住係一下嘅用嘅。從係嘅165、150。而家從斷腳嘅無傾咯。如果真嘅愛吃到吼，行去自家有愛自家下重要。唔是去配合個邊上人講，人嘅身材一定要上到用版型這樣講。故說你就會發生種講像大家有講到，有啲人會對自家胸毛產生那種焦慮，會心焦就講，我是不是不符合大家的期待？會有安呢？會薄片，會薄片嘅阿小鳳啊，你要自家睇下都點嘅，頭擺喺唐成肉，一下吼。唔點嘛緊肉嘅，哎呦！而啲頭擺吼，你要上海過嚟過嘛，就係咁同成家下，係幾時上講講，本單隻細阿冇係闊到吼，佢就得拖成天嘅，係冇？冇真型攞唔闊爬起真型咩去成天意啦？唔係啦，我要上高啦，像我吼頭擺我是冇受力，我真嘅我上到是因為吼，我想要去做個太重鏡。哦，係啊，太重鏡我想我細大嘢我別動啊，我驚。我估算我要做個唔會痛嘅，就會。本 keep 咧麻醉，係不本衰體咧，我話衰體就唔可以痛嘅。叫先生講嗬，我喺成果來算，最好安全愛減到100以內啦，100公斤以內啦。我哋就超過嘅100嘅咩？超過100嘅醫生講。
即係我哋一系列聆聽嘅吼，古時我嗰夾一系列我當做哋去做嘅唔會痛嘅啦。我說會到去檢查，身體康健啦，會到我別動唔會痛。唔係，唔過唔多呀，他有做了改變嘛。佢講有善忘嘛。有上過啊，有上過啊。我記當伊這個上，頭半人講嘛，那個半夜上嘅前條路，天公本本摸頭夫，摸頭夫。你去喊這個摸頭夫啊？也是頭夫哦。天公本本是頭夫。是挑夫是否哦，是扣啦。係啊，嘅阿燕子呢？你即個想要改變即個那個素菜嘛？其實吼，我知道我係生不逢時，因為我家有講。生不逢時，我時不我與咧。佢係啲同潮，你知道因為我呀上件雖然個細阿公唔係醫中醫，唔過我當到嘅婆婆媽媽看到我，都當上我做神經。會叫，哎呀，師傅啊，紅大槍會叫我，係咪叫嚟？因為有哦，我跟你講，當到嘅婆婆都希望我去做神經，擺啲嘅婆婆啊，吼，古時候我其實最鬧嘅，就係鬧我呀，就生不逢時的優點，就係生不卡太，張開始還會做動到嗰種重重嘅散步，就想講同佢動的，唔過冇動好，點到動像有神空嘅人。係啊，後來我就知道咧，其實我就做嗰種吼較短嘅散步，唔過較立體嘅散步，佢就看起來嘅線啊就會較好一些咧，一係我前度嘅好方法啦。那我呀我咩食油啊，想要改變我嘅面容，啊記得啊頭擺學跳舞嘅時，有一位學姐，佢跳舞跳到當厲害哦，啊各位嚟記得擺笑嘅時間哦，冬天啊，大家就知道因為佢有酒腹的。哦，還有那個酒窩，古時候看起來就懂的印象啊！哦，那時候全班都風靡，有啲懂，錯嘛？哦，有酒窩嘞，就拿個錢幣啊，咚咚咚，咚咚武槍，咚咚武槍，大家在背跳個芭蕾舞的時候，拿眼邊這個動就放。同一時間愛用鈍凳。跟流程還有流行時行嘛嘅，沒有一種嘅筆啊，杜卡有好，因為看0.38的那個，有一點尖尖的。我因為啲同學有成功，唔過吼成功一般，古時底下他只有一半有酒窩，佢冇動量片，跳通誒。沒有，你要舅父幹咩賞是呢？它是但是肌肉的問題啊，這種可能少一塊肌肉才有可能，少一條。那就我多太多肌肉。肌肉的部分我們就先不聊了。你兩個有舅父的呢？哪邊？好，謝謝。太故意了。你都故意了，咁樣都唔見啦。看看懂影片，看看懂唔片，他自都故意了。哎呀，你要舅父咧，人家舅父係將魯康吼，我有嗰隻真嘅有隻父，然後就動下機，嘅加嘅，剛剛有聽到，味道而且係故意了。魯康講片唔是少，比台灣人都喊得片。嘅阿美倫啊，你要做過哪條改變？思想嘅改變嘛？我講啊，自家翕相，睇自家看到我當到嘅，乜嘅當到沙拳片同埋翕相咩？那翕相嘅時間，我特別就唔敢用嘅手機嘅本來地部嘅設定好嘅翕相機來翕相。那一定要用嘅 app，有個軟體做啲小圖啊，做個拍拍。因為後原來嘅手機嘅翕相機翕到人嘅面，我看起來當烏暗，一種冇精神，看起來心情唔好用嘅。因為佢古上係冇當冇喜歡自家安尼較烏嘅樣嘅啊。唔過係做當到嘅努力咯，我搽一些嘅毛流嘅面拍嘅剪髮水落去度。但係我做埋我做嘅用嘅面拍嘅剪髮水啦，嗬，會用嘅面膜啦，嗬，還會防曬啦，嗬，就講出去攞乜料時候徛仔啊，去學多班嘅時候帶咗誒咩，馬上做睇咧，唔講係安撫，嗰有一班係做去本線上看，唔係邊度唔去本線上看啦，係看配嘅事情就順曬講，先生啊，我做埋會安撫，我乜嘅事情都做嘅啊，佢做想講用專業嘅角度我來邊嚟講，哎呀，我唔講啦，嗬，睇自家嗬個皮膚啊，還有檢查，還冇強樣嘅，別人喺有輕拍嘅地方，唔看人嘅樹壁嘅內側嗬，一定係人輕拍嘅地方啦，嗬，嗰佢看嚟以後，哎呦，人嘅樹壁嘅內側用落嘅面。用乜檢查真件按到，佢就講嗬，我啲咧，你天早上去攞杯打籃球，佢講喺早上曬日頭，你知唔知要按檢查嘅皮膚啊？嗰種嚟之後佢應該咩當感嘅，佢本來想按邊嚟講，然後講一天喺而家內側應該留緊人嗰邊強樣糊嘅，嗰種唔是努力咧，冇用，佢一看到用人真件有地步級拍啊！嗰種自己咧，愛動拍啊！哦，你們懂腳打籃球？冇買嘅插片咧。
就懂趴。古种爱吃肉啊，有上时候人家以前哈，可能正经想要玩命，真经啊，就不小心讲错话。對，其實古早佢當尷尬咩？有冇啊？哎呦，地杯按拍面。你有冇打籃球？地杯按拍面關公啊！關公跟佢面唔使，不過真嘅有上時候都有下兩個時代哦，睇下水員工對自己面容嚇閃就掉嘅嗬。不過有上下行去吃啲人講，我對人講嘅講，係係最正嘅，係當有自信。不過立容啊，你到乜嘅細節，我看到嘅講嘅地圖嘅世界嘅細節，我知道啊，心笑這樣啦。我用嘅上到安見哦，乜嘅細節唔安見。我其實挑白眉強威論強容，係因為我咪係舞台嘅人，韓國細細節是會知道舞動唔好，我上演認識係講。台年衝下文，我愛講舞唔好，咁你係咪是聽到跳舞咧，或是使聽到熱跳咧？韓國細細細是會知道哦，心靈受創，知道愛真勁動唔好看。韓國咪會羨慕該種動拍牆嘅人，不過台咧四台冇強容咧，你一下動到成日冇動好去曬熱跳曬到該。哎呀，小麥膚色，我就覺得我現在不用曬，就原本就這樣。係啊，動好啊，手機是去上兩件事情，100折3籌兩件事情係真嘅，然係假嘅，然係因為四台冇強容人為按用因變法按用，所以底下是本自家喊下有詞性咧，是起到幾這樣幾拍牆。拍牆，不過咧，我哋下，你有發明一個詞叫做副將，自己發明啊用。係你係當形象嘅案嚟啊，像我自己係拍大嘅，犀利過後就當顯面就會幫人指導。古種係會發明色差美，新詞，色差美一台，因為我色差很大誒。你做電腦舞嘅時間好看，你做電腦嘅師傅睇嘅時候好看，你做後來你做講。點解人個立容嘅時講，其實大家四台嘅審美觀唔會改變嘛。故所你唔是講，因為我冇符合一下個四台嘅審美觀嘅細節，我好像不容於這個世代嘅眼光嘛。嘅顏眼房，馬嘅時節本人知道講，眼貓超上嚟真係唔好看，因為講眼有相貌嘅走例證。來說一下哦，好啊。其實就係不了解時節啦，因為你講以前嘅時候，喺廣東人上講出門，呢度會唔會帶罪人咩啊？比上講還有防偏拖啊，還上講不用可能面紅又或者不了解就上講帶起來。我後來因為我個人唔好帶罪人咩，因為罪人咩除非該協，還有個演員。嗰時候有時候上講哇，帶人罪人咩就咁唔爽快。啊，唔過後來因為我時常會做基礎保養，一下個做到個3萬嘅事，出門都會出防曬。嗰時候一下邊就比較少講。唔過唔知睇後生嘅做法係我不了解有上。意思講佢哋下行會中暑嘅啊，睇下都唔會嘅。有沒有啊？有清楚啊？你咩要啊？嚟食齋嚟講嘢應該啊，係嘛？有上時係種不熟嘅嘛，不熟係嗰時候有上時反而帶罪嘅咩？係啦，嗰時候唔過後來上講，因為上講做驚嘅時候看到哦，有嘅布料就做唔到唔好看啊，嗰時候會貼多貼啊，還有完全有點偶包這樣子。嗰時候因為香港出門嘅時間就會還是要會整理一下啦。但之後佢做唔到雷亞先。你來這邊成為公敵咧，自己冇滿意，不過他有兩個冇關係，兩隻。說你不滿意，你的眼睫毛好。 20歲到34年嘅煩惱哈，大家都冇強容。不過真嘅像觀眾朋友想下，假使你真嘅上來講一定有好處嘅，喺上來冇符合了下嘅標準，真嘅係壞處了，咁有樣咧，等下上來繼續來大家講下大水股了。坐嘅復查嘅時間，就當到你見開眼，想見咩當死人一樣。唔咩，佢話到現場啊，這樣發現嘅麥狀小啦講，哎呦，人家偏用糊，一搭糊，你喺做嘛冇？嗱，佢再下面變到嘅卡棒地杯本嘅顏值比白多，嗰時咪帶起來放下來就可以跳嘅糊台啊！豆腐呢？真見，我覺得做嘢，就見開眼一樣，非常嘅感嘅。我講真件咧哦，我已經結婚咧，我係喺我搖嘅。我比過來唔掂啊！唔係我比過來，我比過來。而家前嘅百位賭到喺度時比過來。
欢迎大家都在后上台上我节目现场。其实真正你是被主题係這種相貌嘅照理但相信都你喺時代大家根本做不有啊。不過有可能去探討下，都係做乜嘢會有嚟講相貌嘅照理其實大家都知相貌照理有可能係人不抗研究按照嘅真題。比如講人從細人強下睇，比如講人媽媽本來就當有嗰種相貌嘅照理。要求動過。要求動過，一講人不靠其他人會有按照嘅真條，也係講同人家下就有負面嘅經驗，係講冇打扮好勢，就不如嘛講，你有冇冇整理下？你上來按呢，咁看得，也係嘛講，你冇去咁皮下，按呢。唔可以對唔起自己。因為重新係攰緊，而就冇嘢冇見。跟住就古時候你可能就唔會有那種負面嘅心情嘅影響。佢沒有可能係因為這個身體狀況可能有一些荷爾蒙分泌嘅問題，會造成個佢對這個相貌要求動態，有可能係社會方嘅影響個哇。什麼樣才叫做美？嘛該顯示，咁很多講，古時候有會知道講，願意去探討那種社會方嘅要求嘅講。按講佢自己係一種完美主義嘅人，古時候佢會對自己會懂，要求懂過嘛，懂樣條嘛。比如你就係一種對自己相貌時尚會製作新造造嘅一種人。我自己從頭擺到腋下，就係一隻容貌種樣貌照理非常非常嚴重嘅人。因為我先講，我學生嘅時期吼，睇下做嚟看一天使，你看，佢用什麼嘢啦？你咩嘢？佢用自己劉海，你看暗盤。佢係無名小站嘅時候。他點對啊？你係上班喺嗰度 fans 嘅吧？呢個相片。無名小站當紅嘅。本來講啊，佢用時看嘅劉海暗盤咩？佢上嚟拖行到嘅路行後，當人嘅盤嘅風吹起來，嗱接上咗看佢有亂聽冇嗬，嗱再落用樹然後佢壓定啊嗬，冇本佢比起來，帶點屎誒，接上咗見樹見樹嘅芭蕉係嘛？咩有啊？嗰人看盤都暗嘅啊，啱嘅啊。如果風吹過來，行係會比起來啊？佢上下隨時看到有喺度有反光嘅地方。再檢查要斜冇嗬安樣，嗰人我有都一下嗬，差唔多平均2隻禮拜要剪100條牙毛，因為你看人家旁邊，就是生出來就會胖毛，而家做當年有上時生日就要剪100，嗰時候一張你可能要剪300條牙毛。都4000。行到嘅路行嗬，有上時你見看人嘅面咩，就會想，哎呦，喺人那片冇槍利係冇，見咗嘛見看人，就會當見咗，然後講還有100，我來一片6樣，我就坐嘅複查嘅時間，就當到你見看人，想見咩當斯文一樣。咩？佢話到現場啊，真發現嘅麥仲少啦講，哎呦，人家片用糊一笪糊，你喺做嘛冇？嗱，佢再下面變到嘅卡棒底杯本嘅顏值比較多，嗰時候啊帶起來放下來就可以跳嘅舞台啊。豆腐呢？真嘅，嗰時候大家就見開眼一樣，非常嘅感嘅，嗰個係要係咪講係咯？係要講一下見多一下嗬。就講較接上，就會講我見看自家嘅外表，就冇改變一樣。係會見檢查。遲早可以講那種相貌照理真有個分數啊，假設打1到10分，佢係100分。超過誒，輕磅誒，你知道？還超過限制啊！同眼房好一下好冇？自己有痴心，有痴心相見一樣嘅。你係痴心，佢係痴猜。係有痴心，佢太過痴心，佢沒做唔得。不過真嘅，你知道誒，阿邊你知道講咧沙飛幾度上來好看。真件蝦有好處係，我自家知道真件較有，我自家嘅經驗。學生嘅時期啊，佢睇自家應該就要扮腔啊嗬，我本做較好看嘅人，他們而家就做一隻群體，全部都高強下。跟住有啲嗬啊，我先講唔係講皮唔好，做真件較上較排泄一些咧。你睇見佢幾種？最尾冇嘢啦，強下群體，冇做咩有นั่ง一隻群體，誒你講邊緣人，就講邊緣人，就有他冇存在感咩啦？那條扮腔冇按用嘛，應該就會係嘛，強樣。嗰個係用啊講一隻例子，我有一隻好朋友啊，嗬，佢話太好嘅時間，也係真人真事嘅故事，嗬。佢用時去嘅素食店打工，佢去素食店打工，佢一眼就看到嗬有一隻細奶你來嚇，佢講好，歡迎光臨啊，一片都點菜啊，佢前面完全冇人，佢細奶呢就啱啱擺到嘅片櫃啲咧全部黏黏嘅人嘅地方，跟住佢就話佢細奶講，哦，嗱一片冇人，哦，請來一片點菜，佢就行過來，看到佢沒有，佢就看到佢講，冇佢行過來。
也不能点传，因为上个强者，佢真嘅按样讲了，真嘅，講我嘅朋友做真嘅非常嘅難講，佢做我嘅朋友講，人係退一行，佢會唔會驕子？唔講我見個老太家分享，佢也係咩點樣嘅 DJ，咩係不同嘅主持人，嗱佢真係上個冇謝哦。就講佢用情況，佢跟人做對佢按樣講，其實佢真係唔係謝，可能佢三年因為佢做上個謝。就給投訴他係啊，要喊人身攻擊。有真係人身攻擊，唔過佢有時可能佢咩冇做按樣，其實佢做規定去甲叫天天。冇錯，其實就算到亞下吼，還係做唔得對人有這種外貌攻擊做唔得因為我知道對上人，佢講喺講佢做買個事情唔好，你就點幾隻事情唔好，佢講佢服務唔好，又講嘛，你用做嘅態度安尼。如果喺講我不想要被一個上來唔好看嘅人服務，我就覺得說你可能對亞下嘅教育地位度可能係增強嘅部分。冇錯，因為唔係交朋友。搞朋友做做的。沒，你不是說你要請這個標準的另外一半講，你要符合這個看來這個穿順眼啦，穿順眼所在，佢一直你可以去點餐廳點，我買個服務啊，係冇。阿志，你知道對那個外形的部分，這個有重要冇？雖然講我知道外形係一回事，內涵係一回事，不過公司的採訪，真係我講翻外形係同重要嘅。像今天我就同我老公一啲做大嘴，佢就講到一隻觀點，討論到一隻話題啦，就講好一下有2-3年，我已經起頭路，一2-3年嘅能力都係強用嘅。都偏高，能力都懂強，不過你有嘢啥上來都好看，嘢啥可能卡冇按好看，你會先買啥，係嘛？所以我覺得亞贊，我也覺得他講真係名定係用心，想講我現今真係真係懂重要嘅。像我以前啊頭擺就當上我做演員，因為我嘅演員嘅夢想，我就去動到去試鏡啊，還有廣告啊，去劇，跟動到擺有300呢，我都係因為我成功唔拉高，就冇本人先到，但係你等槍成功，係啊，係唔講上個槍係我就是那種，這麼等於成功。咩嘅？即係講嘅韓式嘅槍係會倒帶。呢個是動聲藝，後來去 audition 時已經動獎咧。冇人講啊，有可能係佢做唔好啦。冇啦，真係因為佢就動出價，佢就講話，我真係動出線，我眼成個真係就唔拉高，俺就自動為。唔知講我打腳骨咯，我打腳骨咯。我聽去audition，我就帶定嘅電箱用到嚟好嘅。迄個唔係到路空行路，跟用用電箱咯。我就因為踩高牆。韓國嘅拖延嘅做唔得起到腳呢，根本做唔得嘛。你辛苦自己掉咧。真見過影響啦，因為經常有按那個例子，因為吼笨蛋佢就做講應徵同事係一隻角色，唔講吼細拉係先出來過後，發現2-3件丟 Q 下當難險。因為一直按過一直。好嘢，不錯就應徵排勢，愛同強用啦，理解。嗰時阿英就每次都講外貌也係講外表貌操較好看嘅人，真嘅有較好。其實來說有好有壞，一體兩面，主要看樣板去看睇下件事情，外形天促會影響啦。比如講愛好咧，愛上到就會愛對咧，好處就會擘嘅看起來較後生啊，更親切，看起來較安全，看起來較親切啦。古時候大家就做講唔懂等一下，愛做動作嘅事情就會較順勢。比如講同人偷一笪東西，拜託一下，還講警察。哇，真有差啦！你想看那警報愛同阿鳳把 Q 用不小心闖了一個紅燈，愛同警察阿伯講白牌聲啊！冇可能。阿鳳把講做唔得哦，警察會罰幾錢咩？唔係上來講，係同錄人嘅，冇咗本人錄，我上在看到嘢啦。冇，一係愛做到，愛一隻外形嘅特色。唔過我有一部嚟嘅時間，就想我來做嗰種動作嘅人啊。我係想到按嘅，大家唔會知道講我動作嘅，就算係對一件事情有研究，唔過吼就繞到唔係將來嘅工讀生啊、成腳師啊，嗱唔論講乜嘅吧，動無力量啊，同人嚴格嘅時間，咩唔會繞到係真經欠了，因為哦，我有隻好朋友，佢上到動過，我大概同佢嚴格，我將提到講那個視角不一樣，我嘅上畫面係講，一想你真經動過嘛，唔講係佢動過吼，同阿細細 Q 用，嗰個叫我做過，哇，喊等一下，真有差，真有差，大班媽咪嘅時候係撈到我動惡嘅，有一擺嘅小朋友媽咪嘅時候係咁理解，哦，其實我懂聽一下哦，係啦，你可能看到你會看到小動物在叫，吉娃娃，你想想啊，不。
怎么？啊，所以我来讲啦，你知道那种那种猫草啊、外表啊，真嘅要审查嘿。要侦查，上去當然，然後嚟嘅向天判案，係排案咧，冇啦，就講係條牌號。然後唔講哦，大家都第一個成語叫做直果迎車嘛，這種盤管去我不會講哈，就懂得是阿婆啊、棒妹啊，就講特別果子都炒好，哎呦愛愛，佢咪會唔過係得榴蓮，有雞蛋。咩？係條牌號，上來係較定一下㗎哈，啊就較超嘅樣事啊。誒，我講真嘅哦，我已經結婚咧，我係我要嘅，不避過來點啊？唔係乜皮過來，乜皮過來。而家千幾百蚊賭到喺度時變過來，出件咩講嘅係個我受理，我受理嘛。係啊，唔係受理，係黃太太嘅受理。佢嗰樣是含65公斤加下，冇限超啦，80公斤，係差唔多75公斤、80公斤嘅樣事。誒，嗰樣事我真件行，我出門嗬，我喺個要帶腦杯，我黃太太一定要視訊，我檢查眼型要怪冇，係要奧比來嘛，要奧比來冇，哎呀，嗰陣時其實當受理啦，唔過我哋行係會到想講。已經結婚係咩？我本佢安全因為講婆係夫相啊，係嘛？我會到忌要嘛，我就檢查佢，我就變到較穩重，較安全。我會到本佢安心，估數係你睇唔啱嘅。多行到那黃太太都唔會哦，講。佢哋佢跳拜號，佢差唔多2點鐘、3點鐘就要打電話來，你行係上講誒，佢講用點點咯。韓國記者他駕駛打電話說，你打嚟做乜嘅？打電話嚟講無限啊，佢哋掛聽嚟，你講我嫌見咯。我開下視訊網啊，開下眼膜啊，唔是啦。佢講好唔是關，我喺老人掛嘅。古時候你總唔得燒阿鳳爸，佢喺邊度混影啊？犧牲動態，唔知嘛？古時候阿鳳爸吼，嗰種最正經咩犧牲動態啦。不過正經吼，到兩個時代吼，兩個沙權軟體案發他用多年啊協商啊，甚至錄像過後，我先受過上做在上傳，唔會按樣嘅任務，都在相貌照理會造成那條影響咧。等下再來繼續嚟大家向下打嘴鼓了。我只是生不逢時，天朝不要挨死。你知道好好的電都人師傅太流行嘅事情，同志會好寬嘅。來同大家講，天生我醜必有用。阿鳳爸，你規個時節做到係 T 恤一兩，呀好我搞嘅。喺無加幾隻寫字吼，其實佢咪唔加安尼做。你講咗唔歸節目啦，佢就會穿長袍。歡迎大家做到後上台上廣節目現場，大家都知呢下係沙權軟體當時行嘅時代，甚至有當年可以上傳自家翕嘅相片啊、錄過嘅樣片，我先受過。不管佢係用咋濾鏡啊、app 啊，甚至有人會去用呢個小用嘅軟體，老師佢面受下要掉，總把條嘛抽掉啊。還有用你翕嘅時節就會收咧，叫他重掉啊。你咪做得車仔就外面就做得咧。你啊仲很啊好，然後 AI 進來更進步，可能那種深偽技術也是防止不了這種想要變強嘅人哈。不過真嘅啊，大家去搞上海上傳都是個面，不管係哪一種嘅沙權軟體家哈，一定會受過再受過，又講哦，你種翕都冇效冇好看，會先走冇眼風。我有陣時會啊，因為翕相嘅時候就想我翕幾多擺啊，可能角度唔好啊，或者講翕唔好啦。結果打開這個相簿裡邊度300張，冇啦，全部這個按呢 Q 咋嘅角我最暗用嘅人，100張翕100張。但平常時冇買嘅時唔會翕切㗎啦，喺有陣時想基本上節目啊，嘅總包到貴好啊，同埋冇總到貴好，想我做嚟翕一下，啊唔過平常時係唔會翕啦，喺我想講翕相上去放到 IG 上邊，因為看到 IG 上邊嗰度講什麼嘢，嗰度嘅研導嘅寫來，想講哦，認真研導行完一成下嚟做一個好嘅皮農啦。嗰陣想講有陣時會傾先啊，唔過唔會想講唔會受理啦，想講幾係幾年嘅眼神。你可能咩係假啊？係啊，佢係 AI 換臉。有可能係叫好的 app 啊，好嘅數據啊。心中充滿惡意。眼眼房意思講，唔好因為睇上人可能真件也較好看家下，就會講是講啊，愛動心就講哇，愛聽動人，啊講呀，愛一槍變嘅行得快，係冇會知道心就，啊你用眼自己為眼用希望衝在看了都用社群軟體嘅家下會知道哦，心焦，心嘈。我其實冇到介心焦嘅感覺，不過肯係會受到佢
啲個人香啦。咁講啱思維老一家講，好記到是係為到我穿啲最正、最好看、最完美嘅相片送去。咁個幾個人生啲維度可能係係為咗好嘅部分，係個唔好嘅部分。本來自家了解了後，是人香為下帶到嚟。咁講啱係冇辦法穿嘅原本手機翕嘅相片送去，係係為咖喱醬甜甜，只有加濾鏡，唔會燒嘅面膜是叫看唔出來，應該係馬上蠻容易。你做嘛講嘅見法是健康嘅。因為佢哋咧地百度最會用嘅修圖軟體嘅，是係我唔知嘅係馬莎。講到呢個容貌焦慮、相貌嘅焦慮啊，因為當因為講講啊，到底前幾日下又到過分了，這樣講好像有點過頭了。因為特別看翕相家下，我會想說啊，天哪，這是我嗎？我是不是照鏡家下？哎，俺用為根本看下那汗水，那個浮腫很像是在水裡面躺了3天一樣。不是水腫而已，是浮腫，那浮起來不是吧？對，已經是哇啊一槍用一槍高體嘅嗰種感覺哈。唔過咧，又當然係種容貌焦慮，記得我哋種嘢冇法度接受自家哈，這種是一種其實係一種心理嘅疾病。甚至講，因為其實講，我完全不是病啊，因為都有好嚴重、好傷掉，叫佢見傷掉，所以會變到佢唔好去讓人交往，完全讓自己空間高，然後自己關係咧，甚至到後面很嚴重的，就因為有那種物質症啊，這種焦慮症的出現。不過導彈用乜嘢來改變，然後去改善那種容貌嘅焦慮嘅內容。我自家係遲到講好，因為對自家很下了解到嘅，啲講你自家哪片係好嘅，哪片唔好嘅，佢個全部接受記到安容易。佢個說講，因為我遲到每一件事情。是從挑選講到嘅會經偏同嘅，係講你自家了解自家哪片好哪片唔好，冇辦用辦變通，你是唔會受幾個人響。佢講我要個經驗是係我全部去認過嘅世界，因為認過係當年嘅位數，當年嘅人地嘅片，當年嘅國家，所以啲輩都是為咗當嘅朋友、母語、王中語。不過我遲到記到。冇當才藝朋友用辦看機呢，因為有到個人嘅時候，喺台灣嘅員工去看機到個興趣係冇嘛個好個，可能有到個配個。不過記到是前才做個瑜伽褲啊，或者是運動呢，是行出去沒冇差其他人用辦看機，但是時候了到個磁性。本來自家去練習，喺個訓練嘅。這種可以讓自己磁性，這種不管我上來配上遲到，我係100分，也係講30分。我多遲到，也係我自己嘅身體，我想去展現自己遲到動這樣嘅素材。因此，你咩啦？練習整個大夫嘅情況。我們都穿瑜伽褲。好，哪一集我就看大家都穿瑜伽褲來練習。因此嚟講，看這種用品改善那個容貌嘅走力。那之後就像剛安利用講嘅啦，哈，就係愛想啦，我只是生不逢時，天朝不要挨死。你做好好嘅電到日師傅太流行嘅事情，師傅好看嘅。來同大家講，天生我醜必有用。唔見這有可能非常人知道講啊，就像我知道我嘅師傅動態啊，唔講我要太學嘅時間有一位同學，佢專門跳嘅 dance 好嘅哦，動作名佢動穿前嘅，佢就動實嘅師傅，佢冇凊彩坐到嘅天內當空哦，佢師傅動得前嘅，佢特別就困定下嘅師傅就講。很好呐，假使有而家嘅師傅就好咧，好，因為佢嘅師傅冇乜嘅肉，佢還會貼配去練佢啊，真係做啥？真嘅。不是意思就講，其實你腦嘅素材可能沒有人懂，我以前真嘅啊，有人先跳舞啊，有人飲酒咩？飲酒嘅阿志怡咧，你知道咧？哦，其實人飲酒，我當然就會練。都講出來啦。其實講到容貌焦慮，係真係大家都有嘅。唔過我知道，你唔是講啊，我有容貌焦慮去散片。也就問題，你可以想到講哦，跟我都帶做乜嘅會議？係也就經典那一片，然後佢潛出來。跟住係呢，你做一啲接觸嘅範圍啊，還有做啲接觸嘅方法去改善。跟住真係冇辦法改善嘅話呢，你冇要緊，你就用別的方式本自己較有自信。比如講，你做啲提升自己專業嘅能力，自己內涵，還有自己可能動作嘅方面較加強
用的话，就会开始吃性嘞。有上次咩即做的透过这个大班啊，去改善过这个，吃到它唔好的素菜，哦，有上次去那个去遮住自己自己比较某三重的部高分。省饭唔是暗酷，因为较强送的喂。睇下做的本差别下吼阿峰爸，伊规个时节做到迄 T 恤一两，呀好我改。你要一个再加写字，迄无加几只写字吼，其实根本唔加安尼做。你讲做唔贵节目啦，佢就要穿长袍啦。好啦，今年一定会时间阿峰爸和阿峰哥来讲下。这个大家中医的这种外貌有冇？有不同的风格啊，你像家讲的嘛，仲有音乐，我时行嘅我杂嘅咸菜，哦，太师傅就用到的嘛，咁样讲咩唔讲人就有讲人的风格，唔好去听风，唔好去听人，系嘛？像也有只歌手人都黄轩，佢冇可能我留從頭那模嘛，佢喺我聽人去留從頭那模，佢就冇其他風格，佢跪下就到佢擼梯，做個太公頭，結果佢全場最靚的，其實真嘅，係冇，佢就有自己嘅風格。唔多，其實根本大家講嘅同學，就是講其實兩種相貌照理有上是喺因為自家，佢冇認識自家，唔知自家嘅長處，唔知自家優點邊，那麼甚至去影響到自家嘅心理，變到會知道啊，樣樣笑笑，越來越冇搶自家，係講大家有安養型嘅症狀，最好去陪醫生看一下，去檢出自家到底樣板型會變到安尼，我記得咯。下禮拜同嘅時間，請大家繼續嚟收看《後生太上宮》，要翻太假哥，上來了，拜拜。免用道理喺顯下時態做就無見起咧，無論性別、顏色，也係有幾多增加，一種煩惱都會影響到身心康健。喺無處理好勢，可能會根本見太條哦。希望大家喺遇到麻煩，聽出愛想辦法改善，免唔好驚本醫生看，將做得好好解決問題哦。